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人口有200人万的桃园县，南北是本人讲系前辈之乡，也算比同王国。桃园县政府也想要用亚体配的比同文化，争取列作世界文化遗产上的点。不过人口因增加，有国家的都市化为，使之到附近都市地区的比同消失的，甚至印证国家生态建设的需要，像桃园航空上有一项国际机场地上跑道空间计划，怕高部将要囤下亚洲太比同哦。政府同民间用来去看安尼个矛盾呢？人讲的比同文化又系乜嘅呢？来看安尼个报道。好，来，往这边走。其实可以到对面看，对面看过来不错，看过来，对，那个草丛里面看看里面。打造雕飞人投做投篮，介绍比同地度的雕的生态。对。但是我比较鲜艳。对啊，你刚讲了，你刚讲了一点说好像求偶，对不对？哎，还有什么嘞？公的都比较漂亮。哎，也不一定哦，你看哈，也不一定哈，你看。做马个雕工的模，加上会比马的强咯，也增加是一个当神奇的问题。他们两个在繁殖的时候哈，母鸭通常会孵蛋，对，要照顾自己的小鸭孵蛋。那公鸭比较鲜艳一点，它可以在外面保护母鸭。如果有敌人来了，因为公鸭很鲜艳啊，敌人看到公鸭了，公鸭就把敌人引开，所以母鸭要很朴素在那边孵蛋。如果公鸭这么鲜艳在那边孵蛋，是不是被它看到了？这还得了？这不得了，对不对？啊，保护色。哦，原来是保护色，也特别是八德比同。民国97年以前，本单蛮耐做违章建筑的国有地，对规划整治变做生态公园过后，渐渐的恢复头摆丰富的生态。坝的这个皮塘，它有一个很良善的规划，因为它就有10个生态池，每一个池它的过滤的污水到最后排放出去，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对于污水的重视，这是一个生态教育。然后相对这样留下来这样一个草地，像旁边一个草泽地，它会让一些野生鸟类会进来。它原来是国有的土地，那么由地方公所去申请拨用。那拨用完之后，就由县政府这边来筹措一些经费，那么把皮塘自然生态公园把它开辟出来。那因为它也都是公有土地，所以政府有权利去做它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比同除了水利灌溉之外，还会景观、休闲、生态教育同防灾防太水业的功能。头摆农业社会规则桃园县是由几廿千只的比同形成当铁皮的水文景观。最早桃园农田水利会的这个灌区里面的比塘有1000多口，现在已经剩下284口。这个就是在环境变化，好像接近城市的，它已经这个都市计划啦，已经没有灌溉功能，那种比塘啊，就会造成叫废流。三门水库其他片人好了，一个桃园大圳哈，迄讲你迄某储水池哈，其实还会全部下到太会去盖是清大扫，所以你要太比同的功能哈，都会来平常储蓄起来，都按你农用的时间都来灌溉用。不过你下几年哈，当明显都讲桃园哈，更注重按你工业的开发，用开发的结果哈，农民太地沙全部休耕。休耕啊去吼，你也对太比同的功能都失去咯。日本属的桃园县的三门太圳同桃园太圳有2条重要灌溉水路，灌区主的三门同桃园2张农田水利费，平均1张5公顷的比同，大概要负担50公顷的农地灌溉。不过都市化结果，比同消失到当家，为了鼓励保存一项人文体验的特色，莫轻采囤汰。桃园县政府hand到民国98年通过的比同自治条例，不过一项效果有限透。比塘自治条例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公告了，但是事实上，目前是还没有办法去限制民众的权益。因为皮塘目前以桃园县来讲，都还是水利会所有，要不然就是水利会跟私人共有，要不然就是私人全部所有这样子，大概有这几个类型。桃园县可以说是台湾通往世界的门户。比同减少原因当中，公共建设的发展咩主要原因之一。桃园航空城喺爱台新一项建设的期间计划，
係講機場嘅空態跑道範圍地度嘅比頭天初囤汰。那航空城计划，它主要的重心是在以机场桃园国际机场的一个要设立第3跑道，以及要扩大自由贸易港区这2个为重点哦。那这2个重点的话，它就必须要有土地来做一个开辟。那面积广达大概700多公顷。那这700多公顷，以目前交通部所划定的范围里面，当然确实会牵涉到说有几口的皮塘哦，大概有3、4口的一个大皮塘。比如讲要做嘛个桃园航空城啊，了着，都其个就计划是下落的时间哈，青岛安尼皮塘哦都会被囤汰。那像讲安阳可能怕对安尼堤防的生态啦，还有民众的平常的生活习惯了着哈，会就生态改变。规则桃园航空城区域计划，由一般讲机场用地的乱旺区同附近的乱拍区，面积有6150公顷案发，范围包含的中立市、太原乡同芦竹乡。附近的农地也一度做几件休工的等等外卖，无公开功能的比塘，差不多想得到结果是乜嘅？现在我们能够等待的大概就是交通部哦，针对特定区哦，就是所谓蛋黄的部分，特定区的部分的范围，尽快的确定。那么之后呢，我们会修我们的一个航空城区域计划哈，针对其他外围的部分，我们的规划内容会做一个搭配。那这个部分就一定要等到交通部的特定区范围赶快确定出来。桃园航空城做得做哈，不过哈，做的时间会考虑到了的比同的功能，因为这还不可取代的。你讲嘛个，要有人讲哈，附近哈，当时的空中台比同按用来代替。不过从厉害体来讲哦，可以差不多按台来按用比同的可能性清晰。所以外人的看法，厉害所有的比同，通通无可取代，唔可以哈打他们的主意。其實除了公共建設而整數比塘，民間看唔到破壞嘅東洋涌，有啲比塘嘅衍生產物本然倒退咧，去改種經濟樹種。皮塘破壞比較嚴重的，比如說像有些私人的地方，他在那邊蓋了很多的鐵皮屋，很多違章建築物，然後在旁邊把原來的草澤、原來的植被把它砍掉，然後可能為了觀光或為了什麼東西，他就種了一些櫻花啊，一些樹種。比較討喜的樹種，而這些樹種它可能不是我們在地的，然後這些樹種可能對於鳥類來講，它不是很好的棲息環境。你到吼，其實係啲桃園人天意台嘅比塘啦，按照後富塘，其實吼，咱後富塘當時嘅時節啦，佢係碰順啊，全部動滅嘅，足個，所以佢割嚴重。但是因為你下路順吼，佢係按照佢疏洪嘅嗰種嘅水橋啊，就較大，叫你咧機會呢，那個本身動滅嘅嗰種嘅竹卜啊。貴則肥的。新屋嘅後富塘可以來無邊無順，由20人夾案發，原來係隻細細嘅大比塘，冇想到因為要做工廠，一下倒到剛剛，看到清清楚楚。啊，本身竹卜地圖佢所有嘅生態，可能會狂掉，尤其嗰啲拍殼嘅，包括當到嗰啲野生嘅動物，佢都會狂到嗰啲時節，就嚟去，啊是變模特嘅，係一種重要嘅點，尤其係你一回順。北風吼，所以時間啦，佢10分啦，咁原來係竹卜係凍濕嘅時節啦，咁大家比當下嘅人啦，根本就唔會啦。啊，你也尾乎就講溜嘅時節啦，咁溫度吼實在降下去。桃園嘅比塘大概係用高鐵做分界線，西片係做的位置年代嘅比塘規模同數量，東片都市化長途進來進過，就算唔囤汰，你搶做的轉型做休閒，留生態教育功能。按嗰啲會所呢，上錯。反而係變一隻下一隻隱憂嘅一隻危險地區，但是佢哋發到車度嘅紀錄片嘅公然用，我認為硬係方式，我就做接受。但是呢，新屋所有嘅比塘，呢個大部分嘅比塘，全部係啲種下度咧，按照平常時做冇嘢去，你反而到遷去度嘅，其實都破壞乜嘅，破壞佢嘅本來嘅環境，破壞嗰啲所有嘅樹木種嘅林，硬係是對呢種生活感情又好，其實冇好。一群學生喺度潛水釣魚嘅生活，也特別年代咩係一隻大比塘，因為一附近嘅都市化過後囤汰，改去變做用心骨手。學校為咗傳承原來嘅比塘生態，作為一隻生態池，本年代喺度比塘地度嘅細生物有一隻屋。200多年來啊，
我哋都想要维护啦环境哈，所以建了这个水中生态池啊。那水中生态池呢，我们维护了原有的一个生态物种啊，像台湾斗鱼、盖斑斗鱼啊，像个怪的啦哈，还有态度鱼啦哈，所以呢哈，看到这种的环境哦，这多神奇哦哈，我们也把它运用到教学上面。除了用心骨手和桃园还有当多的机关用体，作为屯体比塘做的，像个树立桃园医院生物分院，屯体一般的生物比塘，就连也系桃园县政府年代没起一只太比塘。桃园县政府现在位置就是皮塘，但是这个皮塘不见了，现在是巍峨的大楼在那里。那再近一点，在差不多10年前，我在高速公路旁边，就是在同安街。同安旁边的大池，同安大池的鸟，那个皮塘上面的鸟是有的叫蛰伏，每年冬天会来300-400只，300-400只怎么在那边游泳，在那边游这么美的地方，但现在不在了。提防的时候，係講比塘建屯體，政府想要保留嘅比塘文化內容到底係乜嘅呢？老綠米花有乜嘅無共樣麼？尤其比塘單單係私人嘅地，到底有綠米花必要性麼？他交通誤會講，比塘嘅綠米花。其實會撈個種到啊醬，種無又發又粗，啊甚至以後個步道做到安非常嘅醬，其實唔係安樣嘅，安嘅效果道理度嚟。佢就變成原來嘅皮塘機研究嘅東西全冇睇嘅。县府提的这个逼塘文化保留的，我反对，就是说，因为那个逼塘是私有地，你如果政府要保留，你就征收。这个是保障人民的一个权益、财产权益。我了解水利会的立场哈，因为它所管理的皮塘主要是以灌溉为功能，它并不大希望民众去接触，因为一旦去接触有发生什么意外，因为它是土地所有权人，他必须要负一些责任。其实县政府希望民间主动提出比塘的保存利用计划，因为按样民间老政府将做得松雅。那因为皮塘是属于私人所有的权利，那他要不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掌握是在私人的手上。那因此，我们县政府针对皮塘的这个部分，我们目前所推动的成果，大概就只有高铁青埔特定区域计划里面的一个清塘园。那清塘园是透过区段征收的一个方式。對生態保育團體嘅角度來看，保護一隻比塘、一隻池體，其實做一台保護人類，因為中港人係老太資源強盛嘅。不只是桃園，台灣的皮塘很多地方都被填平了，造成非常多鳥類棲地的減損，所以我們會非常可以去跟政府去呼籲，說皮塘這件事情，它並不是只是文化而已，它甚至是生態保育上很重要的一個價值。在其他國家的地方來看，很少有看到是說因為皮塘而造成很多的棲地、很多的水鳥進來。那台灣可以跟這個事情結合，我覺得這是我們文化特色，也是我們生態保育上值得保育的地方。保存比塘落嘅文化當重要思考點係，要需要一隻理記嘛，好建設係超過係。係講恢復佢年代實實嘅樣嘅原來嘅生態期，係咪足看到正經嘅文化？中國係講連比塘嘅本質都冇嘅，還留下來嘅，可能咪搶存到文化空殼天天。